台湾今年风台地动，加上这中国军机不时在台湾附近飞来飞去，造成来到台湾的外国游客减少真多。统计到达敢若550万人次尔，和交通部观光署年初定出1200万的外国游客是差真大截。交通部长陈世凯拜三伫咧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的时阵，也讲已经把今年的目标改做是750万人次咯。来自香港的一家伙仔拄落回轮机，就随来到台北的西门町佚佗。虽然西门町落雨，不过外国游客嘛是真热情，而且伫街路顶边凊彩门拢是对香港来台湾佚佗的游客。就是因为免签啊，就很方便，就可以可以随时来这里。8楼，叫咩啊？珍珠奶茶。打边炉。来过几次？那个好像是上次，风景很好。根据观光署今年8月份的统计，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游客，第一名是香港、澳门，拢总有88万人次；第二就是日本有79万人次；第三就是韩国62万人次；第四就是美国，拢总有40万人次。加上其他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游客，目前加550万人次，差观光署所定的1000万人次，佫差真多。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国观光客到目前为止拢袂当来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讲，这个日本经济状况不好，所以日本贬值。第三大原因就是花莲发生了地震，然后接着就是有这个台风土石流。第四个因素就是讲，中国的飞机造台。交通部观光署伫年初是宣布，今年以1200万的外国观光客为目标，后来减做1000万，不过统计到今只有550万人次。交通部长陈世凯拜三伫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的时，有承认要达成1000万的人次是有困难，重新将目标定做750万人次。交通部希望明年会当落实1000万人次做目标。记者狄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